你知唔知由2026年開始，我哋喺香港生活嘅成本同條例出現咗幾咁大嘅轉變？如果你仲以為坐公交車可以用劃1、2蚊走天涯，或者以為去公立醫院睇急症仲係以前個價，咁你真係要即刻醒一醒。如果唔係，你個銀包隨時會被無聲無息咁撕開一個大口子。踏入2026年，政府一系列嘅新政策、新收費同新罰款正式全方位落地，由入醫院睇病、開車、泊車、坐巴士、扣安全帶、喺巴士站排隊等車，甚至係屋企老人家平時出入搭車，全部都有新規矩。好多朋友最近問我，到底長者車費2蚊改做2折係點樣計法？會唔會搭長途車變咗好貴？仲有，如果我去公立醫院睇病，發現收費加咗咁多，但係之前又未去申請新嘅醫療費用減免同津貼，到底仲有咩補救方法？會唔會白白失咗幾千蚊？大家唔好急，今日我就同大家逐樣拆解，將2026年最關鍵嘅新政策、新收費、新罰款、長者乘車優惠最新計算方法，以及公立醫院未申請津貼嘅3個月黃金補救步驟，完全無保留咁講晒俾大家聽，內容非常實用，關乎你同你家人嘅實時利益，大家記得認真聽落去。先同大家講下最直接影響大家荷包嘅2026年新收費同新罰款。今年政府喺多個領域都調升咗費用同罰則，目的係加強管理同應對公共財政壓力。首當其衝嘅就係公營醫療服務嘅調整。由2026年1月1日起，公立醫院嘅急症室收費實施咗新嘅分類同加價安排。以前去急症室，無論你係大病定小病，一律係180蚊。但由2026年開始，急症室採取咗分流收費制度。如果你被評定為危殆或者危急，收費係全免嘅。呢個係為了保障真正有生命危險嘅病人。但係如果你被分類為非緊急或者次緊急，收費就直接由以往嘅180蚊大幅上調到400蚊，加幅超過1倍。同時，家庭醫學診所，即係大家平時講嘅街症診症服務，費用亦調高到150蚊。至於處方藥物方面，以前好多普通藥物係免費或者包埋喺診症費入面，依家以4星期為一個收費單位，每種指定藥物要收取5蚊。雖然5蚊聽落去唔係好多，但如果你係慢性病患者，一次要拿5、6種藥，加埋診症費，每次復診嘅開支就明顯增加咗。除咗睇病貴咗之外，開車同搭車嘅朋友亦要特別留心今年嘅交通罰款同新法例。第一樣最受車主關注嘅就係俗稱牛肉乾嘅違例泊車定額罰款。由2026年元旦開始，違泊罰款正式由以往嘅320蚊加到400蚊。而且警方今年加強咗執法力度，特別喺尖沙咀、銅鑼灣、旺角呢類繁忙地區，甚至有人試過過夜泊車被連抄幾張牌。除了違泊之外，超速、無牌駕駛、未有禮讓行人，以及喺禁止上落客區、超時停泊等19項同道路安全相關嘅違規事項，罰款金額亦都有相應嘅提高，由400蚊到1200毫不等。各位車主、師兄師姐，今年揸車出街真係要睇清睇楚，切忌抱住僥倖心理，唔好等收到罰款單先嚟肉痛。講到搭公眾交通工具，今年亦有一條關乎每個人安全同法律責任嘅新法例正式生效，就係公共巴士扣安全帶條例。由2026年1月25日起，法例規定所有新登記嘅公共巴士、私家巴士、小巴等司機位同所有乘客座位都必須安裝安全帶。更重要嘅係，不論嗰部巴士係新登記定舊車，只要你坐嘅座位已經安裝咗安全帶，乘客就必須全程扣上。如果乘客坐喺有安全帶嘅座位而冇扣好，一旦被警方突擊檢查發現，最高可以被罰款5000蚊同埋監禁3個月。呢個唔係嚇你，執法人員真係會上車抽查。所以大家由今日開始，一上巴士坐低，第一時間就要摸下個座位置有冇扣，有就即刻扣上，養成習慣，既保障自己生命安全，又可以避免被罰大錢。另外，食煙嘅朋友今年都要極度小心，控煙政策喺2026年大幅加碼。以往喺禁煙區吸煙，定額罰款係1500蚊，但由2026年1月1日起，呢個罰款金額翻倍，直接跳升到3000蚊。更加需要留意嘅係，今年新增加啦排隊禁煙嘅規定。咩叫排隊禁煙？簡單嚟講，只要你喺巴士站、小巴站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不論係喺地面劃定嘅等候區域內，定係喺自然形成嘅人龍入面，又或者係輪候進入指定處所嘅隊伍入面，一律禁止吸煙，包括電子煙同加熱煙。如果你喺排隊等車期間攞支煙出來點燃，即屬違法。
隨手一甩就係3000蚊罰款。控煙辦同警方喺多個交通樞紐都加派咗人手巡邏，大家千萬唔好挑戰法例。除了醫療同交通之外，2026年仲有其他雜項開支上調，例如香港中學文憑試，即係 DSE 嘅考試費，今年語文科同其他科目嘅費用分別調整到777蚊同519蚊。如果你係19歲以下，以自修生身份報考，仲要額外交2000蚊嘅特殊報考申請費。連航空公司嘅燃油附加費喺今年年初亦都有所上調，短途同長途航班單程加幅由數十蚊到近200蚊不等。睇到呢度，大家應該會發現2026年真係一個需要精打細算嘅年份，稍為唔留神，生活開支就會大幅超支。講完收費同罰款，跟住落嚟要同大家詳細講下好多長者同屋企人最關心嘅話題，就係2元乘車優惠嘅最新情況。以往我哋成日講嘅長者2蚊搭車，由2026年4月3號開始，已經正式告別舊有嘅劃一2蚊模式，全面過渡到新嘅2蚊2折機制。好多老人家同照顧者聽落去覺得好複雜，到底咩叫2蚊2折？會唔會以後搭車貴咗好多？等我用最簡單易明嘅數字同大家算一算呢筆賬。新政策嘅基本原則好清晰。第一，如果原本嘅成人單程車費係10蚊或者10蚊以下，咁樣受惠人士依然係付劃一2蚊，同以前完全一樣。第二，如果原本嘅成人單程車費係高於10蚊，咁樣乘客就需要支付成人原價車費嘅2折，即係2成車費。等我舉幾個具體例子，大家就一目了然。假設有一條短途巴士線，成人車費係8蚊，因為8蚊低於10蚊。所以長者拍卡依然係扣2蚊。如果有一條中途線，成人車費剛好係10蚊，拍卡同樣係扣2蚊。但係如果係一條長途巴士線或者過海線，例如原價成人車費係20蚊，喺舊制度下，長者只需要付2蚊。但在新嘅2蚊2折制度下，20蚊嘅2折就係4蚊。如果係一條去機場或者邊境嘅特快線，原價車費係35蚊，咁樣2折算出來就係7蚊。有人會問，如果算出來嘅2折金額有先位點算？政府規定計算出來嘅2折車費會以4捨5入方式調整到最接近嘅1毫。例如原價車費係10.8蚊，10.8嘅2折係2.16蚊。4捨5入之後，長者實際需要付嘅車費就係2.2蚊。如果原價係20.2蚊，2折係4.04蚊。4捨5入之後就係4蚊。呢個2蚊2折嘅轉變，政府最主要嘅目的係減少以往極為普遍嘅長飛短途現象，即係有部分長者因為劃一2蚊，見車就上，即使只搭2-3個站，都選擇坐原價20幾蚊嘅長途過海巴士，導致政府要向巴士公司補貼龐大嘅差額，對公共財政造成沉重負擔。改為2折之後，搭長途車嘅費用會隨住原價增加，咁樣可以引導大家盡量選擇適合自己路程嘅交通工具。喺呢度要特別提醒所有年滿60歲嘅香港居民以及合資格嘅殘疾人士，如果你想繼續享用呢個2蚊2折優惠，你必須亦只能夠使用樂悠卡。舊式嘅不記名長者八達通、一般個人八達通或者直接付現金係完全享用唔到呢個優惠嘅，拍卡會直接扣除成人全費。如果你或者家中嘅老人家今年剛好滿60歲，或者之前一直仲未申請樂悠卡，記得要即刻去辦理。申請方法好簡單，你可以透過手機下載八達通應用程序，直接喺在線填表上載身份證同相片，或者去港鐵客務中心、民政事務處民政諮詢中心、政府資助嘅長者中心索取附有免郵費回郵信封嘅紙本申請表格，填好後連同身份證副本及彩色證件相郵寄出去。政府首批申請行政費係資助嘅，收到樂悠卡之後，只需要去八達通增值渠道增值多於50蚊就可以實時啟用。如果你係60歲以下嘅合資格殘疾人士，你需要使用印有相片並加注殘疾人士身份嘅個人八達通。而當你滿60歲之後，就應該轉用樂悠卡。轉用樂悠卡之後，仲有一個好處，就係以後唔需要再定期去延期殘疾人士身份，十分方便。另外，關於轉乘優惠，大家亦唔使擔心，新嘅2蚊2折係同樣適用於轉乘車程嘅。如果第二程車享有營辦商提供嘅轉乘折扣，系統會先扣減轉乘優惠，再按扣減後嘅成人車費計算2折，確保大家唔會多付車費。講完交通優惠，跟住落嚟要講今日最核心，亦係最關乎大家救命救急嘅大問題。2026年公立醫院收費大幅加價之後，如果你去睇病或者住院，發現費用太貴，負擔唔起，但係事前又完全未申請過公院嘅新津貼或者醫療費用減免，到底應該點樣補救？
會唔會因為未預先申請就唯有硬食貴價？答案係完全唔使慌。政府同醫院管理局喺2026年推行醫療收費調整嘅同時，亦都全面升級咗醫療費用減免機制，並且特別設立咗一套3個月黃金補救機制同過渡安排，專門幫助嗰啲事前未及時申請或者臨時遇到經濟困難嘅病人。等我一步步詳細講俾大家聽，呢個補救方法到底係點樣運作？你需要準備乜嘢文件，以及點樣喺限期內將付咗嘅錢拎返或者直接申請全免。首先，大家要明白，以前好多人以為醫療費用減免必須要喺睇病之前搞定，否則過咗海就係神仙。但在2026年嘅新機制下，醫管局考慮到好多病人係突發入院，或者平時唔清楚最新嘅津貼政策，所以明確規定合資格嘅病人喺預約就診之後，或者出院之後嘅3個月內，可以直接向公立醫院嘅醫務社會服務部提出補救申請。只要喺呢3個月嘅限期之內交齊文件並通過審查，你之前未付嘅欠款可以獲得全數豁免。如果你已經付咗錢，甚至可以申請退款，轉為全額減免。呢個3個月嘅過渡期補救安排係2026年政府給予市民嘅極大彈性，特別係喺今年頭幾個月，醫管局喺全港7大醫院聯網都成立咗專門嘅醫療費用減免專隊，專門加速處理呢類補救申請。咁到底咩人符合資格去申請呢個減免同津貼？喺2026年加強版嘅機制下，審查標準主要分為經濟因素同非經濟因素兩大類。第一類係經濟因素審查，醫務社工會評估病人同埋同住家庭成員嘅每月整體收入同資產。如果病人係低收入人士、失業人士、領取部分津貼嘅低收入家庭，或者資產水平低於指定限額，就可以獲得全免或者部分減免。但係好多老人家或者長期病患者最擔心嘅係，我雖然少去積蓄，但係要留嚟養老。又或者我同子女同住，子女有工做，但子女自己都有妻兒要養，根本冇能力幫我俾咁貴嘅醫療費，咁點算？呢度就涉及到2026年新機制最人性化嘅亮點，非經濟因素評估同家庭成員豁免。喺2026年嘅新指引入面，醫務社工有更大嘅酌情權。如果同住嘅家庭成員雖然有收入，但係有合理嘅財務負擔，社工可以喺計算家庭收入時將呢啲開支扣除，甚至對於已經分居、正在辦理離婚或者子女長期喺海外工作、讀書嘅情況，社工可以直接將相關成員剔除喺經濟評估之外。更加重要嘅係，對於經常需要使用公共醫療服務嘅長者、慢性病患者，即使佢哋嘅資產或者家庭收入稍微超出了嚴格嘅經濟指標，醫務社工亦可以根據非經濟因素同特殊困難，直接批出專科門診或者住院費用嘅減免。批出嘅減免證明書有效期最長可以長達18個月。喺呢18個月內，你覆診、拿藥、做檢查都可以享有相應嘅減免，唔需要每次睇病都重新去申請。咁樣，如果你依家發現自己或者家人未申請呢個津貼，具體嘅補救4部曲應該點樣做？大家記得拿筆記低。第一步，收集同整理單據與時間表。如果你最近去咗急症室，被收咗400蚊，或者住咗院，收到一張好貴嘅醫療賬單，首先唔好驚，亦唔好預期不利。睇清楚賬單上嘅就診日期或者出院日期，只要呢個日期距離今日係喺3個月之內，你都處於黃金補救期入面。第二步，準備好黃金5大類文件。去見醫社工之前，一定要準備齊以下呢5類文件嘅正本同副本，咁樣先可以做到最快即日批核。1、身份證明文件，病人以及所有同住被納入評估家庭成員嘅香港身份證、護照或出生證明。2、住址證明同同住證明，例如公屋租約、最新嘅水電煤氣繳費單。公屋租約特別重要，因為上面清楚印有所有同住家庭成員嘅名冊。3、收入證明，過去至少6個月嘅銀行戶口簿、存摺、銀行月結單、薪金單、糧單、強積金供款記錄或者僱主簽發嘅入息證明。如果係自僱或者做散工，可以提供自撰嘅收入聲明書。如果係退休冇工作嘅長者，就提供顯示退休金或者零收入嘅銀行存摺。4、資產證明，所有個人同戶口嘅最新銀行存摺要印到最新一頁，定期存款單、股票戶口月結單、保險單嘅現金價值證明等。5、醫療同特別開支證明，病人嘅覆診紙、慢性病證明以及家庭其他重大開支嘅單據。第3步，前往公立醫院醫務社會服務部掛號辦理。
你可以直接去病人就診或者住院嗰間公立醫院嘅醫務社會服務部，向職員講明我想申請2026年嘅醫療費用減免，我係屬於3個月內補救申請，職員就會為你安排分流，由專隊或者醫務社工同你進行1對1嘅面談評估。第4步，過渡期安排與即日批核。喺2026年嘅新安排下，如果你帶齊咗上述5大類文件，社工喺審核無誤之後，最快可以即日批出醫療費用減免證明書。如果你當場未帶齊部分文件，唔使擔心，社工會先為你辦理有條件減免嘅過渡安排，俾你先暫緩繳交醫院費用，並給予你最長3個月嘅時間返屋企補交缺漏嘅文件。只要喺限期內補交完成，減免就會正式生效。之前嘅欠款直接清零。聽講到呢度，大家係咪覺得安心咗好多？政府推行新收費嘅同時，確實亦留咗呢條補救渠道俾有需要嘅市民。關鍵係大家要知情，並且要懂得喺3個月嘅法定期限內去採取行動。除了以上講嘅公立醫院醫療費用減免之外，2026年仲有幾個關乎健康同醫療嘅新津貼同計劃，大家亦可以一併留意同申請。第一個係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簡稱慢病共治計劃。如果你係45歲或以上嘅香港居民，又未有糖尿病或高血壓嘅診斷，你可以去地區康健中心登記參加。政府會資助你去私家醫生度做糖尿病同高血壓嘅篩查，政府會補貼大部分嘅檢查同診症費，自己只需要付一筆好少嘅共付額。如果驗出有血糖高或者血壓高，政府每年仲會資助你最多6次私家醫生診症，連同指定嘅降血壓同降血糖藥物，甚至包含每年指定嘅免費化驗檢查。呢個計劃對於減輕公立醫院普通科門診嘅負擔，以及幫市民早日管理好慢性病，係一個非常好嘅津貼福利。第二個係針對老人家嘅長者醫療券計劃，喺2026年，年滿65歲嘅合資格香港長者，每年繼續享有2000蚊嘅醫療券金額，而且累積上限高達8000蚊。更重要嘅係，近年醫療券嘅使用範圍大幅擴展，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嘅私家西醫、中醫、牙醫、物理治療師等使用，仲可以用嚟支付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下指定嘅大灣區醫療機構費用。例如喺深圳南方醫科大學、深圳醫院、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等指定院區睇門診，都可以直接扣除香港嘅醫療券。對於經常返大灣區居住或者養老嘅香港老人家嚟講，絕對係一個極大嘅方便同津貼。講到呢度，我哋不妨將2026年嘅所有新政策同應對策略做一個全面嘅邏輯梳理同總結，方便大家喺日常生活中輕鬆應對，避免踩坑。首先喺日常出行同用車方面，第一，開車嘅朋友，請時刻提醒自己，牛肉乾已經加到400蚊，切勿亂泊車，尤其係夜間或者繁忙路段，停喺合規嘅泊車位先係最省錢嘅方法。第二，搭巴士或者小巴，只要見到座位有安全帶，一坐低就自動手扣上，切勿貪方便或者心存僥倖，否則5000蚊罰款同監禁風險隨時落喺自己身上。第三，食煙嘅朋友，記住所有巴士站、小巴站嘅排隊區域已經全面禁煙，罰款高達3000蚊。想食煙一定要去指定嘅非禁煙範圍，千萬唔好喺人龍入面點煙。第四，年滿60歲嘅長者，請確保自己已經領取並使用樂悠卡，喺2蚊2折嘅新機制下，10蚊或以下嘅車費扣2蚊，10蚊以上嘅車費打2折。搭車前可以稍微計算下，如果係極短嘅路程，盡量選擇合適嘅短途交通工具，既省錢又可以合理利用公共資源。其次，喺醫療同健康保障方面，第一，公立醫院急症室非緊急與次緊急收費已經加到400蚊，街症加到150蚊。如果係普通感冒、發燒等輕微不適，建議優先考慮睇私家醫生，或者善用地區康健中心嘅慢性病共治計劃，避免喺急症室長時間輪候，又被收取較高費用。但如果係突發劇痛、胸悶、嚴重創傷等危急情況，一定要第一時間去急症室。危殆同危急級別係免費嘅，生命安全永遠係第一位。第二，如果因為大病、手術或者長期覆診，導致醫療費用負擔沉重，切記善用2026年新升級嘅醫療費用減免機制。就算事前未申請過，只要喺就診或出院後嘅3個月內，帶齊身份證明、公屋租約或住址證明、過去6個月銀行存摺、糧單等收入資產證明，前往醫院嘅醫務社會服務部辦理補救申請，就算文件未齊，亦可以先拿有條件減免嘅過渡安排，3個月內補交即可。香港人最講求嘅就係靈活應變同實事求是。
2026年嘅政策轉變雖然多，收費同罰款雖然有一定程度嘅上調，但只要我哋清楚了解每一條法例嘅界線，掌握好各項政府津貼同優惠嘅申請途徑同補救期限，我哋完全可以在合規合法嘅前提下，保障好自己同家人嘅健康，同時守住自己嘅辛苦錢。希望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啲2026年最新政策、懶人包、長者乘車優惠、計算細節以及公園津貼、3個月補救攻略，可以切實咁幫到大家。如果你覺得呢啲信息對你或者你身邊嘅親朋好友有用，記得分享俾屋企嘅老人家同朋友聽，讓更多人知道呢啲關乎自己權益嘅重要信息。多謝大家聽我分享，祝大家喺2026年都身體健康、出入平安、順心如意。